来到神的殿中。阿们。今天呢，准时的人非常多，来，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好，我们现在从座位上面起立，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殿中，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乃是神的拣选。我们都成为神国的儿女，而我们成为一家人。阿们。
降服在你面前，开
在你的面前，领受那祭司的职分，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是何等的恩典，你牺牲你自己，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着你受的刑罚，我们领受了真实的平安。主啊，我们是什么人？你竟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来敬拜你。主，我们是什么人，竟能得如此的救恩，在众人的面前称你是主。主，就是因为你的恩典，就是因为主你爱我们，就是因为主你拣选我们，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因这恩典，我们卸下我们所有的重担；因这恩典，主你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辖制。主啊，因这恩典，主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得着完全的医治。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敬拜的时候，主，我们就是要再次来领受你那何等的恩典。主，你这何等大的恩典，要让我们的生命再次得着更新，再次在你面前来被翻转。主啊，特别在今天的晚上，你透过你的圣餐与我们同桌，让我们来领受你这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我们为此献上赞美，我们为此在你的面前，我们要不住的来赞美，不住的来祷告，不住的来敬拜，因为主你的名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主啊，你的名是配得我们称颂的。主，你的名是配得我们在任何的时刻，我们只要能够敬拜，能够祷告，能够开口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敬拜你。主，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再一次领受你这恩典，这重价的恩典。主，谢谢你，你的恩典要滋润我们的心，要进入我们的心，要浸透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有主你的同在，让我们的生命在主你里面得享那真实的安息。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坐下来的时候，跟你旁边说，你领受是何等大的恩典。大家平安，没有声音。大家平安。我发现我声音好了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原住民腔很重。你有听出来吗？好，没有声。好，那我们在我们每一个礼拜呢，来到这边聚集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先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今天在我们当中，我好像看到有蛮多的新朋友啊。因为我只有拿到这一张，还有吗？那个，我来介绍一下哦。我们的乐手早预备好。殷开维在我的右方。好，我们一起来。1、2、3，来！这是迦南教会周6礼拜的欢迎式欢迎，我们欢迎。刚刚听他的自我介绍是暨南大学，在南投埔里，对不对？对，然后现在是研究生，然后来到桃园呢，这边要介绍一下，它就是 Google 这附近有哪间教会，竟然就找到了迦南教会哦，所以大家运用新媒体成功这样，对，所以其实我们要常常分享那个教会的美好。那
来到附近的人，他可能不是常来，但是他来他就知道说哪里有教会，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有医治，阿们吗？耶！那在我的左边是不是有？是不是第一次来？是不是？但好像那个没有看过这样。好，不好意思介绍吗？好，那我们也是拍手欢迎啊，好不好？耶！对，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来报告啦。就是今天呢晚上，你看到我后面有看到那个字吗？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曰：“行此以义我也。”就是我们等一下要举行这个圣礼典，就是要纪念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如果你已经受洗了，不论你是哪个教派，你都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圣餐。这样好，下一个。本会定10月1号第2场礼拜中召开那个临时会员合会。那有没有人知道这一天要做什么事情？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讲3次。选。后面的朋友，谁说的？太棒了，就是要选长职。所以各位青年朋友，你可能想说啊，没有我的事情，没有非常的重要，因为选。合神心意的长职是带领我们一起协助我们整个教会一起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你有投票权的，请你当天一定要出席，然后没有办法出席，你一定要书面向小组长或是小会书记。有人知道小会书记是谁吗？凯安长老。哦，这边就不用讲了，可不可以回答？后面才能回答。就是凯安长老，对，要书面向他来事先来请假。那如果你还没有投票资格的人呢，那你也可以来为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也顺带为我们的牧者团队一起来祷告，使教会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好，下一个。品格科学假日班招生推广，招生推广，招生推广，意思就是现在还在招生推广。所以如果你有认识是国小1年级以上的，那他礼拜6没有什么事情，或是他妈妈他爸爸觉得他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情，那就可以邀请他来到这个品格科学假日班。有很多好处，就是假日的时候你有事情做，然后特别在这个班级里面可以去操练我们的品格，培养我们的品格，然后科学就是有许多科学的活动，所以是很好玩，就是实践又有理论的。那同步有家长成长班，然后欢迎我们，你可能不会上，但是就是我们可以来邀请我们周边的他们家有1年级以上的同学的，就可以邀请他的父母亲。好，下一个，生日助学金申请到9月30，跟旁边说9月30，截止收件，敬请各位兄姐，就是你们。就是要赶快来备妥这些资料，要有成绩单，然后要有申请书，要经过签名，然后向我们的余文干事挥手提出申请，谢谢。好，下一个，9月16，下午1点，就是下礼拜，青年牧区定期会在401举行核心同工预备心。然后再下一个。就是我们的总务组在招募小帮手，要整理爱餐跟奉献。那下一个我已经知道是什么，就是招待组呢也同时在邀请招待。我在招待有看到有人那个穿那个黄背心是新面孔哦，所以如果你不要管说你是不是做过这个服饰，如果你现在可以的话，你也可以上玉屏来报名。那在6点之前呢，他们就会先聚集祷告，然后一起招待我们的新朋友，这样好，还有招待我们的旧朋友，还有拍椅子，还有会后的整理。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有的人会拿周报，对不对？或是有些单张，就是如果你用完都没有写过，然后你没有要的话，请你放回去，因为他们整理很辛苦有时候我们把东西都留在位置上，那我们就互相提醒一下。如果你没有要继续使用，你也没有书写过，请你放回去哈。好，谢谢。那下一个，好，10月9号到
10月9号到10号是社青团契的出游，然后如果你看一下旁边有没有社青的，跟他讲说，10月9号到10号出去玩，那一个人是600元，那缴费才算报名完成。然后请向我们的团契会长举手，佩杰，请向他报名缴费。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于文翰我都会去。好，谢谢。下一个。属灵家长今天早上已经开始了，那个有参加属灵家长的青年举手好不好？举手就好，不要举办，举手。好，那旁边的人给他掌声3次，真的很棒，因为你知道吗？从早上到现在6周，然后我们的牧师也是，就是还要穿这么热的那个，你们也知道，对，他在流汗，现在想说，那个冷气开强一点，谢谢。好，就是9月9号开始会有6次。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已经有报名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参加的话，你一定要事先请假。那如果你那一次刚好请假，你没有办法来的话，请你另外找时间，一定要补课。然后这个补课呢是透过那个录影，但是现场总是比较精彩啦，好不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准时，然后要预备心参加。好，下一个，那我们就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也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话，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感谢你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避难所，能够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接下来我们要将我们的时间、金钱跟才能，以及我们的心，完全献上在你面前，求你能够悦纳，也保守我们接下来的礼拜，还有接下来1周都能够有你的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们。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要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章。我们要从37节看到47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还用许多话作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
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天门徒约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同在。跟你旁边祝福说，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在9月牧师我们预备了主题的信息，就是同心建造。一起说一遍，同心建造。好，同心建造，其实透过原本我们每一个个体彼此不认识，但是透过来到教会，因着信靠耶稣，我们成为弟兄姐妹。好，所以我们成为在耶稣里面的一个群体。那这个群体今天早上9点到12点，我们属灵家长的课程里面提到说，教会是一个什么群体？教会是一个使徒性的群体。什么叫使徒性的群体？就是愿意被差派出去。使徒性就是差派差出从教会这边我们被差派出去。所以在这边，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使徒性的群体。这个就是承受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里面提到什么？你们要去到哪里？就被差派出去使万民。万民在哪里？万民在哪里？在你我的身旁，在我们的社区，在你的学校，在你的公司、你的职场里面。万民是谁？可能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是我们的这些所接触的这些的朋友。好，所以我透过上个礼拜我们在主里面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讲道，让我们能够知道从主日到团契的这样的一个敬拜小组的生活，目的就是透过彼此的分享。上个礼拜天牧师有带领这些长子同工这些长子同工有邀什么？邀一些新的朋友，他的朋友、亲人，我们一起到三峡那个雄空的地方到西边在那边烤肉，刚好也旁边遇到一些原住民的朋友，哇，嗨到不行他们在那边跳舞一直强拉我，我说我腰不好所以我就躲过了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活跃在那边有弟兄姐妹一起跟他们跳舞当中有一起跳的举手一下有了OK 好，请放下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什么？这样的一个小组的生活，彼此在信仰上面有这样一个交流分享也透过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把上帝的爱传到我们的周遭。好，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小组的目的，小组的聚集，小组的目的很重要，布道还有栽培。讲一遍来，布道栽培。小组的聚集，小组的目的就是第一个要有布道。什么叫布道？就是让你所领受的恩典
透过你分享给这些未信主的朋友，这个叫布道，把上帝的真理、他的道理，能够透过你我们早上的教导，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受洗之后，我们都成为祭司。好，成为祭司，让我们能够站在人跟上帝的中间，成为一个管道、一个桥梁。好，目标就是做什么？目的布道，然后帮助他栽培他的生命能够成长，然后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倍增自己的生命，然后倍增这些未信主的生命，能够转化我们的城市，转化我们的社区哦。好，今天同心建造的过程当中，在主里面关系不只是这样结束，而是要继续的成长。好，说我们透过小组的聚集，我们礼拜完之后有没有小组的聚会？透过小组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参加，让今天透过我们所看的经文，主将得救的人天天怎样？加给谁啊？天天加给教会，给这一些一同聚集敬拜的弟兄姐妹哦。所以主将得救的人是天天，所以每一天每一天都有新来的人，每一天都有怎么样认识耶稣、领受耶稣能够受洗进入到耶稣的福分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是教会极大的祝福。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心意，不只是每一个人得救，他更要我们透过小组的聚会、小组的这样的肢体之间的生活，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第2章，发生了什么事？一开始在五旬节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奇妙的事没有？知道吗？我想这段经文常常被提起来。发生什么事？被雷打到什么事都不晓得。好在五旬节，圣灵像鸽子，像火蛇、火焰的那种运行充满他们领受了，奇怪，他们怎么在讲我们的那边的话那么厉害他原住民腔又出来所以他怎么讲我们家乡的话？奇怪，所以这个就是方言。所以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怎样领受了上帝奇妙的恩典，所以他们听了明白。彼得开始讲到了，讲什么？你们要悔改为什么？因为你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没有，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哇！所以我们看到你们原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现在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举手一下，举手一下。好，还有一些人为什么你没有举手？可能你还怀疑我又没有看到，对不对？哪里可以证明？透过使徒，透过彼得，他站在众人面前，他们遇见了耶稣，还有他的学生有一个学生。他很多马的那个叫什么？多马多马他说：“你们看到骗我！如果我没有看到，我手没有摸到耶稣的枪，那个肋旁的枪伤，或者是他手的钉痕我不要相信了，我绝对不相信。”说了没有多久，耶稣怎样？有没有出现给他看？出现给他看了。所以他就悔改了，主我的信心真的不够了。耶稣说了什么？那没有看见
就相信的人是怎样？更有福气的哦。好，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讲道的信息，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怎样？这个十字架的真理，主耶稣透过这样的一个真道来杀这一些听见人的心哦。所以我们透过今天初代教会见证，让我们不只参加小组，我们更委身在小组的建造。所以哦，年轻人，这一次牧师是为你们加开一场。好，早上我看到很多报名的有写请假的，有好像没有来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的。你知道牧师愿意陪着你们，好不好？跟你的旁边说，一起来建造小组。一起来建造小组。好，今天的这样一个目的哦，你知道牧师有许多的服事，但是我看重你们年轻人，你知道吗？年轻人要起来得着什么？老年人吗？跟你的旁边说，得着年轻人。得着年轻人。年轻人的声音不应该是这样哦，起来得着年轻人。起来得着年轻人。你是不是年轻人？是。年轻人举手。你如果觉得你是年轻，你就可以举手。好，请放下。好，第二个，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认识、渴慕小组的肢体生活。过去我们印象可能停留在团契，团契让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彼此在这边很好，但是缺乏一个动力，就是布道。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内聚，哎呀，我们这边熟悉的人在一起，哇，新来的人容不容易进来？不容易，因为你们都在一起谈你们的话语，所以多少新来的人进来，然后又出去离开。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希望透过小组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转型，来帮助这些慕道的朋友能够留在这里，能够一起来得着生命的成长。第二个，我们看到在稳定的参加小组聚会哦，你要活出美好的见证出来。我们生命来到这里要改变哦。我看有一些年轻人哦，长期的在教会，但是生命却没有改变，为什么？神的话没有进入，你的心没有渴慕，所以就会有破口被魔鬼撒旦来影响。好，今天我们看到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在37节37节，如果你手上有手机有圣经，你可以把它翻开。在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怎样？觉得扎心这话是什么？这话是彼得谈到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救赎，这样的一个牺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来没罪，但是却替我们这些有罪的来承担我们的责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说什么？看神的羔羊，除去什么？世人的罪。所以耶稣成为我们的代罪什么？代罪羔羊啊！所以我们成为一个义人。可是今天你受洗了，你等一下一起领受圣餐。你还没有受洗，你领受这个圣餐就没有什么意义。当你受洗之后，神的代罪羔羊就为你来付上代价，所以你就成为一个什么？因信称义的人，因为你的信心来称义。好，所以什么叫真道？上帝的话语，一个对未信者来讲是什么？对未信者来讲是救恩的真理。这信靠耶稣，他是基督。当人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一个代替自己的罪的时候，就用什么牲畜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民间宗教还是停留在这样用牲畜来敬拜吗？看到中元节现在改了现在比较方便了拜个泡面自己泡吧拜个这些饼干自己吃吧罐头自己开吧但是在旧约你知道吗？是用牲畜、用羔羊、用牛这些的牲畜来代替但是耶稣在上个礼拜牧师有提到，或者是传道有跟我们分享，耶稣神的羔羊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呢，我们不用再用这些的牲畜来献祭，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所以在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当中，为我们付上十字架的代价，就是牺牲。今天早晨我下午跟一对年轻人预备要结婚，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谈话那这个弟兄他是没有信主的，他自称是无神论。我说，请问弟兄，你从哪里来？妈妈生的，对不对？那你妈妈是谁生的？阿嬷生的。好，阿嬷是从谁生的？阿祖生的。阿祖是谁生的？太祖。过来嘞。再来呢？谁生的？搞不清楚了，对不对？但是一定有什么？是生命的源头嘛，对不对？不然从哪里来？他想一想，无话可答好，所以我们看对未信者这个救恩这个话语是在指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好，所以我们看到对未信者来讲，如果奉主的名来受洗领受圣灵的更新，得新的生命，我们看有许多全家他们来蒙召得救。好，对以信者，我们这边有一些已经受洗了。对信者来讲，这些叫做使徒的教训、圣经的真理，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之道，就是成为我们生活绝对的准则。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婚姻怎么建立，儿女怎么教导，在职场上，在你的行事为人，你怎么样来做、来说、来听。所以使徒的教训帮助他们能够远离这个弯曲的世代，所以要活出什么信仰的见证来。所以这个世代有很多观念被扭曲，价值观不对了，性别错乱了。我们看到活出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就是要改变。所以把那个错误的价值观，把那个不属神的思想，把它做一些的改变扭转。好，那我们看到这些，他们听到神的话语，他们觉得扎心。那这个过程当中，透过什么听，不只是用耳朵听，要听进哪里？你的内心听我们用耳朵听，有时候从这边进，从这边怎样出去。所以我们常说，哎呀，你把我的话当作什么？耳边风，咻，离开了，没有听进心了。但是这一些人，他们听了彼得所讲的道，就怎样？扎心，好像真的扎一样。哎呀，会不会痛？感到心痛。怎样？有对话回应不会睡觉旁边的有没有在睡觉？提醒他用针扎一下好，我们看到什么？有感动，有反应。听了神的道你要有回应。所以你年纪到了，你明白耶稣是复活的主，你相信他是复活的主，你就应该怎样？领受这个洗礼，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好，所以第二个我们来看
如何经历，你要对这个真理有反应，就好像这些人。好，那听了，我们该怎么做？有什么方法？好，彼得就说：你们要怎样悔改，要受洗，然后这个叫做什么？回应。这些人，他们知道耶稣真的用爱来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他们就问说：那我们该怎么办？你知道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知道教会是什么。好，上礼拜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姐妹打电话，牧师我经过你们教会有接到传单嘛，那有这样聚会，那请问聚会进来聚会要不要报名？那要不要交钱？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未信主，他们不明白，我说不用，你就来，我就请人来接待所以那个分享长老就有接待这位姐妹我在溪头那边我就打电话回来给这些同工，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或者是这一群人，他们听见了彼得的教导，他所讲的道，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回应我们怎么做？第三个，遵行你有回应。第三个，你要遵行，你要怎么做？好，我们看多少人？3000人呢？哇，开玩笑3000人，他们都渴慕，全部渴慕神的话，全面对圣经的话语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然后行出这样的道。所以看，不只是有回应，而且有什么行动？心动还要怎样？行动这个是好像广告词叫你看了心动，赶快去买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话语叫我们什么？有扎心，有心动，我们就要起来行动，要改变。你觉得最近你在参加小组的聚会上帝的话语对你说什么？或者说每一天早上我们有在家会主，固定6点，我们 Mandy 就会设定6点就把牧师所预备这个圣经的一些看见，还有这些的资料就传在我们的 LINE 的群组我不知道你透过小组的聚会，或者是对上帝的话，你读了上帝的话之后有没有什么反应？或者是好像就是一个公式而已，例行的而已，或者是你有没有像最近我们在读的但以理，他对神的话有这样的渴慕，他对神的意象有这样的渴慕。你知道初代教会圣灵的充满，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怎样？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讲到少年人注意一下，少年人要怎样？要见异象。老年人，这没有人敢承认老年人要做什么？异梦。要说预言，要见异象，要做异梦。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灵充满浇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神迹奇事就会充满在我们当中。好，神的话语对你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什么样的感动？你要抓住那个感动，有所行动。第二个，我们要看与上帝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相交看到香蕉的生活。什么叫香蕉？不是吃的那种香蕉就是在彼此有这样小组的分享团契。等一下我们有小组的生活这个慕道的朋友，新来的朋友我们也欢迎你我们等一下有这样的小组的分享，透过这样的团契分享还有交通，我们看到人跟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然后他们有擘饼，在圣殿，在家里他们在圣殿，在家里，人跟人彼此有这样的一个交通关系的建立分享。另外呢，擘饼就是在做什么？等一下牧师会擘饼，擘饼，牧师会说
这是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谁？纪念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什么？彼此的交往分享，看到人跟人建立的关系，还有人跟神、人跟我们的主建立亲密的关系，透过祷告来亲近神。所以他们在一起有这样的一个聚集、敬拜、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了，然后呢，恩赐就降下了，然后就神迹奇事就发生了，然后上帝的道就向他们来彰显，让我们自己听了上帝的道，哎呀，我应该要悔改啊，我不应该再做宅男了，我不应该每一天就是花很多时间在那个3C，在手机今天我们上课，用多少时间花在这个手机？你说1小时，结果不对，是只有1个小时休息，其他好像都在打，这样不行了所以我们看到听了神的话，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悔改？有没有这样的改变？好，第二个我们看，他们从受洗那一天开始，他们生活形态、习惯，他们改变了，他们活在与神与人的建立的关系，他们彼此关怀、彼此分享。你上个礼拜怎么没有来呢？你最近怎么样呢？你遇到什么困难的事？好，我为你来祷告彼此来祝福。好，我们看到他们彼此有这样的一个交通分享，发生了什么事？神迹奇事就发生了在他们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奇事，就是表达上帝彰显他的同在，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在这里他们经历了神迹奇事，还有就是很多人他们被医治了，很多人他们有领受上帝的供应，所以神迹奇事，那个使无变有的上帝就充满在他们当中。哇，他们看到赞美主，感谢主，那些生病人被医治了，那些缺乏人有供应了，那些没有的有的人就怎样变卖田产，就拿出来跟他们分享。所以我们看刚才好像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一起来敬拜赞美神。初代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感谢神、赞美神，他们成为一个赞美的族群。好，这个就是人跟人、人跟神彼此有这样的一个交通的生活。然后过来我们看肢体的生活，他们在店里，他们在家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帮助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们同在一处，信的人都在一处，或是同在一处，有这样一个生活他们怎样同在一处？同在一处的精神是做什么？是什么意思？在这边就是彼此有这样的一个尾声表达什么？生命跟生命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婚丧喜庆，我们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所以我们彼此有这样帮助。上个礼拜6，我刚办完了一场的告别礼拜，所以从早上8点半开始就有弟兄姐妹到殡仪馆，然后玩到下午有这样的一个安放礼拜完之后，还有弟兄姐妹陪伴这些丧失亲人的家属，看到什么？生命关系的表达，超越血缘，超越族群。我们看到在神的家里面，彼此称为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福分同在一处，表达什么？彼此有这样的一个尾声。但是有什么样的挑战呢？你的背景跟我的背景，我们当中有博士的没有？有没有？我们光湖长老有读到博士吗？博士没有读毕业，没有读毕业，但是还是读到博士，对不对？好，我们在教会也有那个没有读书不识字的，有没有？
有上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天哦，因为明天还是下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天哦，我们有在成人礼拜有洗礼啊。那个姐妹哦，80几岁的姐妹说，牧师，我唔捌字，我不识字，耶稣要给他收我，耶稣要收我吗？我说当然啊，因为他不看你的身份地位、你的学识，看你的心。但是有哪些挑战？你要彼此有这样的一个担待个性不一样，习惯不一样，大我小我这样的一个整个观念，人际彼此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你要怎样习惯？好，第二个我们看同在一处的实践，凡物公用。彼此分享，没有的那些有的看见没有的就变卖他的什么田产然后共产共有，意思就是说原本共产制度是很好的，但是被搞坏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或者是共产国家，后来少数人把持了。那其实这个我们一起做，一起分享，这在初代教会其实。你有，我也有，所以大家都一样，对不对？彼此有这样的一个同享这样的恩典，生命的共同体。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他们能够变卖家产，就是出于有这样爱怜悯谁做得出来？这在表达什么？看到人在饥饿的时候，我好像跟他一样，所以我愿意分享出来然后祝福他们，我们一起来得饱足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有哪一些挑战？你要放下你的所有权本来是你的田产，但是你愿意为这些人付上代价。好，地位跟财富彼此怎样平等分享，然后彼此信任，同甘怎么样共苦。这里我们看到生命的改变，才能够愿意分享好，过来我们看肢体的生活形态，聚会加什么散会，在店里，在家里，他们有聚集，有敬拜，恒切的祷告，同心合意，在灵性上有这样的分享，在生活上有彼此的祝福，彼此的连结。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在圣殿里正式的这样的敬拜聚会，在家里面我们看到什么？也是自发性的，所以在家里面有小组的生活，他们彼此分享，所以影响到邻居。圣经告诉我们说，众民得到众民的喜爱，为什么？哇，这个家庭不错，我在那边很喜乐，敬拜来赞美，然后彼此分享，哇，这个家庭很有这样的爱，亲和力。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在生活上，他们有自发性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在圣殿里面完之后，在家里面还有这样继续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吸引了这些社区的邻舍。最后我们看到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果？领人归主弟兄姐妹、年轻人，属灵家长的训练，帮助我们知道如何跟这些未信主的亲朋好友，跟他们分享福音的好处。所以不要错过这样一个训练虽然每年牧师都会开，但是你知道每一次牧师要预备，要分别出这些时间，都是很宝贵的所以每一次这样的一个学习，包括牧师自己在教，每一次在教，每一次领受，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感动让我们有生命的这样负担。所以到后面我们看到领人归主，为什么这些人会归主这是生命的结果。众人彼此相爱，众人活出什么信仰的见证。所以看到这群人，彼此有这样的一个聚集，帮助分享，所以
左右邻居都看到，哎，这个信耶稣的不错哦，所以众人就被什么吸引了？哎，不错哦，我来教会看看哦，哎，他们就明白了，就被吸引了。好，第二个，信主是什么一回事？也是上帝在运行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信耶稣是很困难的。这一个人要信耶稣不大可能哦，但是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好，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分享我以前是怎样拜的啊，多虔诚，但是因为遇见了耶稣，生命被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神迹奇事印证所传的道，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啊，他们被医治了，他们呢难处。在遇见难处的时候，耶稣帮助他们能够度过这一切的难关。所以我们看到主的大能运行充满在他们当中。好，所以我们看到主就将得救人怎样，天天加给教会。好，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这一些教会的兴起，就是有神的话语。第一个，神的话语很重要。第二个呢？生命的见证重不重要？很重要。你们重不重要？很重要。跟你们旁边讲，你真的很重要。你真的很重要。今天我在协谈的这一对年轻人，其中有一位是基督徒，他很久没有到教会，他是我们教会会友的女儿。从他妈妈的口中得知，他因为他以前的主管是基督徒，但是他看到这基督徒的行为，他被绊倒，他失望，所以他从此很少进入到教会。知道牧师讲的原因吗？就是因为这个人，哎呀，他信耶稣，他怎么做出这样的一行为，让他觉得他信耶稣也如此，所以就影响到什么？他的信仰。但是我们看到初代教会这些的基督徒不一样，他们为什么有天天得救人加在他们当中？是因为他们生活当中活出美好的见证，看到有需要，哎呀，帮助；看到这些没有的，哎，供应。然后这些被医治需要被医治的，他们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们经历了主的全能，所以身体就被医治了，心灵就被释放了。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会守圣餐。守到圣餐的时候，如果你有受洗，你要知道这个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耶稣的宝血为你流的，好好的活出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回应神的话语，就是第一个，一起领受真道的喂养，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所以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属灵家长？就是我们要学习主的话语。第二个，邀请大家，特别明年开始，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改变转型，一起来参加小组，透过小组的聚集敬拜，分享神的话语，彼此有美好的交通，一起来经历主的赐福。在初代教会，神迹奇事充满在他们的当中。在今天这个时代，我要告诉你们，神的恩典从没有断绝过，神的恩典今天也要充满在你们的身上，阿们吗？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
此来宣告你的爱，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一起来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谢谢耶稣，你的爱永远不改变。天地万物都在改变，人心都在改变，但是主你的爱永不改变。你爱我们的心依然存在，你愿意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主，求你赐下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扎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有感动，有行动，有回应。主啊，叫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主，你是赐生命的主，你是那永恒的主，你是医治、供应、赐福、赐我们平安的主。你多么丰富，让我们用信心来认识你，让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好叫我们的主权交在你手中，让我们的灵魂体都得兴盛，得自由。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每一个人，愿天父上帝你永不改变的慈爱充满在我们当中。愿主圣灵你感动，你如何感动那些听见彼得的信息悔改归向耶稣，求你的圣灵也感动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坐下之前跟你旁边就是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